我想問下各位純豬豬啊，你哋知唔知 SPF 係代表咩意思？同埋 PA 代表咩意思 ？PA 代表嘅係防黑，所以咧如果係 PA 係有4個加嘅話，就證明佢個防黑度非常之好。SPF 咧就係防曬傷，亦即係防曬紅。咁如果呢個 SPF 值咧越大，就證明佢可以防止你去曬紅曬傷。我哋廣東人嘅夏天咧，38度嘅高溫加個大太陽，如果你塗普通嘅防曬嘅話咧，唔夠2個鐘就會變成珠江烈咁油，一路流汗。仲一路流白湯。最近咧，我同事推薦咗我用呢一個柳絲木防曬乳，哇，真係有驚豔到我喎！嗱，佢咧係有特證同埋防水汗嘅報告嘅，12個鐘防曬傷、防曬紅 ，SPF 50+，PA 4個加，海邊玩水啊、運動啊，基本上都唔怕。搖搖樂嘅設計咧好方便，水感嘅質地咧、膜嘅速度咧，亦都係我用過咁多防曬品入邊咧，算係比較快嘅。將佢推開之後咧，你就會發現，咦，白淨咗好多，但係唔會假白。做妝前打底咧，亦都比較服帖。後續上粉底，亦都唔會捽泥啊。咁佢咧係有自然嘅防曬劑啦，形成嘅防曬網，就算係敏敏肌咧都可以放心使用。入邊咧有紅沒藥醇退紅啦，有香葉添竹葵葉油調節油脂啦，深海兩節齊籽油保濕，真實咁樣做到咗一路防曬一路養膚。細支咧放喺個袋仔度啦，喺車入邊、辦公室咧都係好方便嘅。